以下係有關統一派位嘅事宜。統一派位分為甲部同乙部。甲部係唔受學校網限制嘅，而乙部家長就要填寫自己住所屬嘅校網。例如住喺上水區，你哋所屬嘅校網係80，住喺粉嶺就係81。家長亦都可以根據你所住嘅地址睇返所屬嘅校網而去選擇小學。一齊睇下由教育局提供嘅短片，有關統一派位選擇學校嘅手續啦。所有曾經申請自行分配學位而未被錄取，又或者係只係申請統一派位嘅兒童，一律會由教育局統一派位。所有官立同資助小學都要預留全校約一半嘅小一學額作為統一派位之用。統一派位學額約10%係唔受學校網限制嘅。教育局會發信俾家長，通知佢哋可以喺指定日期透過小一入學電子平台，或者到指定嘅統一派位中心為子女辦理選擇學校手續。而計劃跨境到港返學嘅申請兒童嘅家長，則同時會收到教育局為佢哋編製嘅統一派位選校名單。名單內原則上包括同口岸相鄰地區嘅學校。喺辦理選校手續嘅時候，家長應該按意願將選擇嘅小學填入選擇學校表格內。選擇學校表格分為2個部分。甲部係唔受學校網限制嘅，家長包括計劃跨境到港返學嘅申請兒童嘅家長，可以喺甲部填寫唔超過3所位於任何學校網嘅小學。乙部係受學校網限制嘅，居於有關學校網嘅兒童嘅家長，應該盡量將自己居住地址所屬學校網選校名單內嘅小學，按照自己意願排列先後次序填入表格內。至於計劃跨境到港返學嘅申請兒童嘅家長，則應將為佢哋編製嘅統一派位選校名單內供選擇嘅小學，按其意願排列先後次序填入表格內。而家讓我哋睇下以下2個例子。假設有位家長陳太住喺66網，陳太喺甲部選擇咗2所其他學校網嘅學校，1所自己學校網嘅學校。另一位係計劃跨境到港返學嘅申請兒童嘅家長張太，張太喺甲部選擇咗3所喺香港唔同地區嘅學校。我哋而家睇下乙部，居於66網嘅陳太，需根據66網嘅統一派位嘅選校名單選擇學校。至於張太，由於佢嘅申請兒童計劃跨境到港返學，佢喺乙部必須根據為佢哋編製嘅統一派位選校名單選擇學校。家長要留意，教育局將會喺2026年1月中會郵寄選校通知書等重要文件俾家長。如果家長喺2026年1月19號仍未收到選校通知書，咁就要聯絡學位分配組。家長亦都可以喺2026年1月19至到25日期間，透過小一入學電子平台辦理相關嘅手續。家長亦都可以依照通知書上面嘅指示，喺2026年1月24或者25號之前，前往指定嘅統一派位中心去辦理有關統一派位嘅選校手續。接住落嚟，一齊睇下由教育局提供嘅短片，係有關統一派位機制。統一派位係由電腦運作嘅，電腦會首先處理唔受學校網限制嘅選擇，然後再處理受學校網限制嘅選擇。所有參加統一派位嘅申請兒童都會獲電腦分配一個隨機編號。我哋準備好一個例子，讓你可以更清楚咁了解統一派位嘅程序。當電腦完成處理所有申請兒童喺唔受學校網限制嘅選擇後，便會處理受學校網限制嘅選擇。
假設喺 X 學校網內有12位學生仍然未喺唔受學校網限制嘅學校選擇中獲派學位，我哋就用英文字母 A 至 L 作為呢12位學生嘅代號。假設 X 學校網內有4所小學，合共提供12個小一學位。注意，有啲家長只填寫咗1個或者2個選擇。喺電腦進行派位前，12位學生各自會獲分配一個隨機編號。喺呢個圖例中 ，A 學生嘅隨機編號最細，所以次序排列第一。B 學生排列第二，如此類推。電腦按隨機編號先後審閱各家長嘅第一選擇。學生 A 排列第一 ，A 嘅第一選擇係編號1002嘅學校。呢所學校有2個學位，學生 A 可以順利獲派到呢一所學校。而學校1002而家就只係剩返1個學位。下一位學生 B 嘅第一選擇亦都係1002，呢一所學校剩低嘅1個學位就派俾 B 啦。下一位學生 C 嘅第一選擇又係學校1002，但係由於1002已經冇空缺，所以 C 嘅第一選擇就要落空。到下一位學生 D， 佢亦都選擇咗1002為第一志願，亦都派唔到。隨後嘅學生 E， 佢嘅第一選擇係1004， 1004有2個學位，E 可以順利獲分派到1004。F 同 G 選擇1002為首選，亦都落空咗。下一位學生 H， 佢嘅第一選擇係1005，佢可以順利獲派到1005，而1005而家只係剩返2個學位啦。後面嘅 I 選擇1002，當然派唔到啦。下一位學生 J 嘅第一選擇係1004，因為1004仲有1個空缺 ，J 可以派到1004。再下一位學生 K， 佢嘅首選係1005，佢亦都可以順利獲派到1005。最後嘅學生 L 嘅第一選擇係1002，當然亦都派唔到啦。電腦審閱各家長嘅第一選擇之後，我哋可以見到學校1002同1004已經派滿，而1005仲剩返1個學位。至於1001就因為冇家長選擇佢為第一選擇，所以仲未有學生獲派。第2步，電腦會審查未派位學生嘅第2選擇，睇睇學生 C， 因為佢冇填寫第2選擇，電腦會各自處理。而跳到下一位學生 D， 因為 D 重複將佢嘅第一選擇1002作為第2選擇，所以電腦當作佢嘅第2選擇係空白，唔會處理。F 同樣冇填寫第2選擇，所以亦都唔受理。後面嘅一位學生 G， 佢嘅第2選擇係1004，但係1004已經被派滿，佢嘅第2選擇亦都告落空。下一個學生 I， 佢嘅第2選擇1005仲有學位，可以順利獲派到1005。最後嘅學生 L 亦都派唔到佢嘅第2選擇1004。經電腦審查各家長嘅第2選擇，只有學生 I 順利獲派到1005，而家1005亦都派滿咗。第3步，電腦會審閱所有未派位學生嘅第3選擇。學生 C、D、F、G 冇第3選擇，學生 L 嘅第3選擇1001仍有空位可以獲派。我哋睇到而家只有學校1001剩低4個學位，雖然學生 C、D、F、G 冇選擇1001，電腦都會將佢哋派到1001。喺呢一個例子裏面，我哋仲能夠睇到，如果家長只填寫1個或者2個選擇係唔夠明智嘅。家長應該將網內嘅學校依自己中意嘅次序，盡量填入表格裏。如果家長有任何有關統一派位嘅問題，歡迎向班主任查詢。